国科会有打造一台科普环岛火车，今日开到南台湾。除了 AI 甲地动科学等等的主题车厢以外，伫高雄甲屏东车头的大厅也有科学活动单位，互学生囡仔哪耍哪学着科学。还有核物理场都有虚拟实境的科技，大家可以去玩看。上次玩 VR 玩到吐了3G，所以要小心哦。用无共的网架角色，甲学生囡仔解说 AI 伫咧网架内底代表的技术。这节火车正做一个科学的教室。国科会主办的台湾科普环岛列车，由全台湾19个大专院校、27间高中的学生，家己去设计科学的游戏，又搁有单位，互学生囡仔家己带人来耍，邀请各地学生囡仔做伙坐火车耍科学。主要是爱动手，然后迄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因解说，互因知影讲哦，变成是看起来无啥的现象，其实后壁拢有科学。这班火车23来到南台湾，高雄市有400学生囡仔上车做实验，80个车厢拢有无同的主题，对地动的管理到5G 通信安全净化，囡仔拢静看，真好闲。今年科普环岛列车沿路经过16个县市，毋但是伫咧火车顶，或者是各地火车站，透过一寡趣味的科学单位，互囡仔哪耍哪学无同的科学知识。多了这个列车，让孩子从实际上的操作上面可以学习到科技的运用啊，科学的相关知识。源头就是要有好奇心。那我们借由这样活动就启发我们从国小到国中的同学，对于我们自然界生活中的各种事物，能够启发你们要去发现问题。台湾科普环岛列车到达已经办9年啊！国科会利用宽带铁基路打造一班科学专车，希望将科学的种子压到台湾的每一个所在。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。